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宜兰头城高中的学生发挥着创意，透过建案、买厝这种特殊的招生广告来介绍因的校园。百年工坊，经典锋芒。运动公园。唔但有真大青草坡，阁会使看到规山岛的美景，阁了准是倒一间厝建案的广告。不过其实是宜兰头城高中宣传的步数，除了位置真好，学生的社团资源嘛真丰富。不管你是戏精、妖精、狐狸精，这里有您满满的大舞台。学生表演来展现自我，老师们伊的身材强调校园绝对真安全。巡查社区，戒备森严。前几个到比较晚走，所以学校的一些安全或者是学生日常表现，都是我跟我们主任在顾。规个影片有4分外钟，真有创意，连校庆小乖嘛伫影片内底。不管是影片的口碑，或者是文字，拢是老师和学生做伙想出来的。很多的 idea 都是学生想出来的。然后我觉得可以透过小孩子不同的面向，然后去看待事情的角度，跟我们大人看待事情角度是不一样的。透过这样的一个影片，让我们的新生还有家长认识头城国中。学校的资源真丰富，不过班级数自12班减到6班，大班的人数自50个人减到35个人。希望透过这个有创意的招生广告，让囡仔和家长拢有深刻的印象来增加注册率。健